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就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世界大体有40以上的国家有提供中草药，最少124个国家之内中草药研究机构。同大家想象的怕无嘛穷样的是，全世界清大的中草药市场唔係睇亞洲、睇歐洲，而能徛喺的40%國家喎。可能咱台灣價格係依次進口。尤其是對中國大陸進口的，我國也很多年來都鼓勵提供中草藥，開始要前進頭8年環保用空間的智慧。像南台灣的屏東縣，本單國多農民種槍的也算傳統作物，今年認證新增的屏東藥用植物學會印花，大家都陸續改種包括本土也算新品種的中草藥。屏東縣政府還已經同台糖標題的。打算我來成立中草藥專區，接下來報道我哋嚟屏東嚟了解呢台灣開始興起來嘅中草藥產業。上課嘅今日課程內容係戲嘅部件，對中醫五臟養生觀念來看，秋天天時較早，當晚上到戲家，秋天氣泡保養嘅好，增加空間；到了春天愛保養嘅血管。我哋上課嗰時請精彩，請到人會帶錯來。冇相同嘅錯，一擺喺一兩十種，我哋雙科一齊都雙個都分啦。人哋講先斬冇教過我哋按到東西，甚至於講我哋青島同學有人去甲種嘅烏味啦，甚至於有啲其他強錯，有人會帶過來聽就分享，也係一個輕快樂嘅一個空間。家有一老，家有一老無寶，那現在家有一老，全家逃跑。看到老人家中風啦，心臟不好啦。昨天圖書館地度平白沙期大學學生嘅坐到難難，台東個先生一講授課，全部下睇牙，一下係安布頭8點人嘅，到昨天中下，農民單單準備好水木，搶日搭白天火點到講講，專心聽中草藥有名嘅先生李太鳳嘅課。到禮拜3安布頭，對屏東尼埔嘅慢慢同昨天來嘅中草藥學生嘅來上課。做好拜年嘅各種各樣嘅搶錯，像也係七里香，也係9點二，地都有一朵農民耕種嘅1生日來上課爭地，原來自家地嘅行啦。平常時要能做雞肉，清單純，可能都會不用薑啦，不用蒜頭都不用下落去，其實唔係啊你，還可以不用清多羊奶頭啦、山葡萄啦，啊都不用下落去，因為使得你肉嘅味會過好，同時生意嘅專顧啦，你都需要用到下頭。我哋嗰啲冇上課嘅時候，我哋根本唔知。有上課以後，都發現到哦，原來做安尼嘅雞湯，做安尼嘅肉皮嘅個米哈，實在係挺響應。中草藥目前在國內哈，有一些慢慢有一些趨勢上，就是說，因為養生的這樣一個觀念慢慢受到重視哈。那大概很多農民就說希望發展了不同的一個農作物哈，能夠希望能夠應付這個市場的需求。其實中草藥我在大陸也走過訪問很多省份。那其實這個產業可能帶來很大的產出，可以改善農民的收入，所以我就在短短這幾年呢，號召我們的學員成立了一個草藥協會。今年屏東的屏北同屏南沙期大學邀請李太鳳先生陸續開個中草藥課程，到學期大概403人，已經到幾千人出去，喺屏東中草藥人才訓練班。今年正式成立屏東縣藥用植物生態實驗學會，一檔農民越種越有心得，像喺整飯廠佢飛踢本單嘅搶嘅鹽，改種沙巴沙草，種咗3年，今年開始收成。差唔多接近3年前，因為拄好一個苗路上咧，一個沙巴蛇草，無如講腰盾草，拄好睇同行啦。現在也睇啲來推廣講。有個草藥嘅，清好嘅草藥嘅，可以當料理。對，完全都無毒啊。對啊，我們協會是要講究這個無毒嘛。
沙巴沙草是一种药用，要做得出来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有1到1点公尺安高，龟头长色，也被部分长5公分，也被顺行有略略的波浪样的。清早是对泰国沙巴岛带进了种的，采天人本土上熬到就用其来吃了，嫩叶做得做强菜色，整饭从也吹讲做食用的强菜，也癌症病人的辅助强菜，口感适宜来切切。啊，连真正可以做出那个，也可来做药膳，也系quite好。伊啊鲜品，哦，直接来，唔像有姜母鸭啦、麻油鸡啦，迄讲将伊当做茶饮，唔当做一种quite好的茶，因为也个我哋众多人的感觉上，也个做茶包来讲，唔会比那个茶叶过快，啊，甚至有保护的作用。因为台湾讲究精耕。我们屏东县又是一个农业县，那虫害很多啊。那我们每天出的蔬菜里面啊，多多少少有化学肥料啦，所以我们开始研发哪些有健康的这个蔬菜。因为中医有讲食疗啊，同源。台湾菜贴种草药用途行较多，还包含了主攻环保又抗天的智慧，像係愛奶香、合法含泰豐草、高粱公尺，頭擺台灣到海拔500公尺以下，雖然就有啦，唔會特色嘅蔬菜，蠻難看得到。也10多年來做得講本人棒槍槍嘅，鄭志年同郭怡田兩公婆種到家鄉專門種泰豐草，對下網30歲郭怡田嚟講，佢每頭1、2、3年，將認識一年生植物。我一开始接触大蜂巢是因为我生产了嘛，然后就我老公买客家人在用的大蜂巢给我洗，这样嘿，我感觉洗啊还唔会差呢，盖好呢不输老姜，所以我之后都会介绍朋友使用大蜂巢。好多人用姜，但是姜较硬，我等客家人的泰丰草会较温和，所以当初唔对。以前用老姜洗，洗就是身体都不是很适应啦，唔係幾爽快。咪下仔每日就老皮裝皮來看，日就有做嚟講，唔得洗泰豐草啊，係講泰豐草係乜嘅東西？可以因為用泰豐草煮水來洗身，做得起風邪皮寒，未做得治療骨頭酸軟。故所除了姜子以外，做農事也係做廚師工人。上海沒有用佢來洗身，還有人攞佢專做香草茶室。兩公婆對完全唔知，多次嘅體驗有幾好誒，對實派當中累積經驗，漸漸嘅有一下成果。我一开始在做，其实很辛苦，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大蜂巢，你要一个一个去跟他仔细说清楚。因为一开始大蜂巢是客家人在用的东西，客家人或许都可以接受，可是一般闽南人就比较不清楚这个是什么。可是其实他们用了，风评都不错哦。感觉阳光在晒比较有吸收那种大自然那种感觉。先用日頭曬，最尾砍數種到台度，除了做洗身包，郭怡田還做手工的茶具。一般人連食用的油都係賣片的。兩公婆堅持茶具的品質要天然愛純，唔驚麻煩。就算係油，都係賣黃體味，切開就醬油。我要做飯卷，都係我老公老我細人的皮膚膜，所以我想我本身有咧做泰豐草嘛，俾他講。我有加上我有送草藥班，我們又很愛去山上玩，就順便認識一些草藥，草藥結合在我們的手工皂裡面。我哋椰皮個當然都唔知一路形成一個斷層嘅，我哋在嚟接觸係希望講好也斷層啦，後面會不會有人可以接，唔弄順攞一批人第一天。像泰豐草裡嘅係均勻化，也咩老主公嘅智慧，加個也比有生活感，茶到樹行放得甜夠熱。大概40年前，我們客家北部那就很流行栽種金銀花，後來
后来就是工业发达，那农业渐渐没落，也产值产能都降低。金源花应用范围当大，除了一道炎症也热性传染病，都会用到金源花。头摆台湾金源花产能广大，实质到20进口，尤其係對中國大陸進口嘅超過90%。也3年來，黃燕同昨天服藥，總係產出一個。中醫師的處方簽裡面，那1/3都會加到金銀花。目前最夯的就是把它金銀花磨成粉，然後添加在食物裡面。添加在咖啡里面，那以後會跟生物科技公司配合，那的產值大概1分地，我們目前採收大概有10萬塊左右。現在很多的藥廠因為藥廠現在包括在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也有幾個中藥這個大廠在那邊設廠，他們也需要有一些我們在國內的生產的這些中藥材的這些材料，這樣來提供給他們來做這個中藥草的這些相關的加工產品。一份40萬元係一套田康採水家私，金源花輕型應用係做成機化妝品，價出親手10匹卡價。我們最新的那個研發有化妝品，有金銀花的面膜，然後還有金銀花的沐浴乳，那沐浴乳用在 baby 上小孩子的身上，比如講有異位性皮膚炎、水痘這一些症狀，那都會消除。金源花係做定拿來做食療用，從前年用佢來做湯中嘅棒，原來佢喺度台北做護理師，看起嚟生路偏時，佢希望棒地度無化學嘅家庭物，係行下天然嘅東西，像係金源花、沙巴沙草、冇做黃薑。我本來就很喜歡中草藥，因為我自己是護士，那在醫院裡頭的話，就是常常看到一些藥物使用到最後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副作用。那我後來就開始覺得說，應該是要回歸到自然，所以我們就去找尋這些元素。針對呢配做棒，從前年認為賺錢並唔係人生唯一嘅目的，佢只係想用自家好嘅中草藥去做康健嘅食品。我添加的東西是麵粉、糖，然後可能就是杏仁粉這些，還有再就是我自己的那種長時間發酵的低溫發酵的那個酵母，那這些的話全部都是天然的東西，我覺得會比一般我們市面上看到的這些麵包，它裡頭添加很多蓬鬆劑啦、意面劑啦這些的話，要富有一些就是更加的有生命力的東西。有咩豆扒麒麟，豆扒麒麟，有咩點解我哋啲炒到我哋酥雞差唔多按脆嘛，切片差唔多一件200到200。一件200元係韓藥店嘅賣價，屏東藥用植物學會也當山網頭推廣一種上好植物，也特別從這些型藥用植物研究園區，也希望屏東嘅藥用植物發展都也開始。唔單槍做得做投籃技術，要做得本學業來名來看。幫腔做時，做強搓茶室的時個有乜個好處？我直接接觸到我的皮膚，也要生物鹼對我哋皮膚殺菌的效果，殺菌的效果。嗰陣我哋其他時咧，慢慢嚟去本體個導熟師以後，更加有相關多方式去做，比如講做強搓茶室啦，那一頭那一做強搓茶。果實，那一條那一個果腐，英國啦、德國啦，你看得到一定青島的資料，一定係青島的原始森林入邊去採集到藥草，也係一個最近而發展的地方。我哋青島的藥我哋唔掂，青島的草我哋話唔掂，但是國外的藥廠已經開始進行過大規模的種植、大規模的採集、大規模的研發。屏東中草藥當地嘅發展，屏東城嘅延期都向嘅開義太錯，沒有一方面需求。屏東縣政府竟然同台東標題規劃中草藥專區，也限體嘅規劃整體，按上高鐵年委託屏東藥用植物學會接定嚟做。
我们现在在万峦哈有一个大概12公顷的一个种草药专区，目前在规划当中，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些引进一些农民进去栽种一些这些种草药，将来有机会提供给这些大厂来使用。明年哈应该会做的全国性的体型呢，按照去热天，夏天去热天的时候做我的强挫茶比赛，先从主，先从本他个评审，得奖的。唔只甲将来开发迄个卖强挫茶色就可以。另外的呢，去冬天多的时间来做嘛呢，做的保温保暖呢，还有药膳锅比赛。大帮体系发通来支持种草药发展，减菜农民赚得到钱，又受到天天做到行卡上中。南摆屏东农业发展，做唔单枪的强的，也传统的农作，路头摆有环保种草药，无天窗的做得打出一片天。